想幫你嘅生意整個網站或者網店，其實坊間有 Wix 啦、Shopify 啦、WordPress 唔同嘅平台同工具。網站建設算係一個長遠嘅策略，一旦建立，最少都會用上1年或者更耐。今次仲起屋呢個比喻嚟比較下幾個平台同埋工具。Wix 就好似一個靚裝修嘅服務式住宅，家私電器都有，即租即住，非常方便，適合啱啱起步，只係需要一個簡單網站嚟展示資料嘅朋友。而 Shopify 就好似一個專為做生意而設嘅預製組合屋一樣。Shopify 嘅配套好完善，由商品上架、支付到物流，全部都幫你諗好晒，就好似一個功能齊全嘅大型商場。你搬入去開間鋪咁，佢嘅優點係快速穩定，缺點係你始終都係租客，設計同功能都會受到限制，而且每個交易都會抽取佣金。最後就係 WordPress， 佢可以俾你由零開始，起一間完全屬於你嘅獨立屋。你可以請建築師畫張獨一無二嘅圖則，完全唔受模板嘅限制。最緊要係呢間屋屬於你，唔使俾人抽成。當然啦，起獨立屋嘅缺點係前期嘅時間同金錢投入會高啲，就好似你要俾設計費同建築費一樣。但長遠嚟講，你擁有一個可以隨意拓展100%屬於你嘅品牌資產。呢3個唔同嘅平台同工具各有優勢，要睇翻你生意嘅階段同未來藍圖。當然啦，我哋亦有提供 WordPress 嘅網站建設服務，同時結合數碼營銷策略。如果你都想打造一間數碼獨立屋，歡迎嚟揾我哋傾下。